乡亲好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，我是阿明詹伟民。今日咱的来宾是全台湾上少年巡回专台出征的大动物医师。虽然爱逐工伫充满排泄物和落甲毛的牧场内底哦，嘛必须要个手伸入去牛的这个粪口，摕正把只这个牛仔脚做这个肠癌这个诊疗。伊嘛讲咧，这应该唔是一条这个多数这个兽医师想要行的路，但是一头栽落去。这个爱动物的兽医师咧，过去投入去野生动物领域，照顾国外走私外来这个动物咯，帮红毛猩猩、马来熊、麻醉做健康检查。做病的时阵哦，逐日照顾着军犬，看到这个军犬哦，嘛改善因的制度，决心要替因，甲因行入去正常这个家庭生活。啊，伊咧真正是有爱心来照顾这动物咯。建立二品新平台，加惠乐农该困境。今日台湾新眼界文化新台湾，要来带你看经典界故事。无遮明显啦吼，所以这只牛仔其实正常的，但是伊的发情就较无互人看到。这个左黄体2.5，这可以打 PG 哈。详细替牛仔检查身体状况，阿甲一礼拜有超过一半的时间，拢是伫牧场内顾牛仔。你台湾吼，牛仔的兽医无济啦，所以变做阮一个兽医吼，爱走过来牧场。啊，所以对我来讲，我即马差不多有20-30个牧场是固定爱去的。啊，去这牧场检查吼，大部分是有分做讲固定时间检查，啊，甲临时状况的处理啦。对牛的胃口、体温，甚至透过牛屎，拢会当知影牛仔的健康状况。食的量降低，吼，这是第一个同重要。啊，所以阮就会度伊的体温，吼，啊，看伊的体温是伤悬伤低。啊，牛仔的体温比人小可较悬，哦，差不多到39度以上，才算发烧。哦，啊，第二个就是看伊的屎的状况，因为阮咧做检查的时阵吼，阮会先挖伊的屎，啊，屎挖出来吼，第一个就是讲，伊若屎量足少的，表示讲伊应该今仔食了足少，食了无好。啊，第二个就是伊屎吼是软度，还是讲伤硬，还是讲这是足水的，还是讲内底你发现讲伊的纤维吼足侪拢无消化的，啊，即款就表示讲伊最近消化无好，啊，所以若是一两只牛仔消化无好，甲规批牛仔拢消化无好，都有可能是最近食食的草可能品质无介好，还是讲即只牛仔伊家己的状况，所以我会看伊食食的状况，甲伊放屎的状况。即只怀孕差不多30几天吼，啊无40天咧，哦细细只啊吼，啊这是头，这是身躯吼。拄啊，阮有咧做直肠检查的内底，用超音波去看讲，即只配种的牛仔，像讲查某人去病院共款，会看到讲，有一个胚胎吼，啊，你超音波内底，啊，一开始来的时阵，因为农吼，因较老的兽医吼，因拢是用手摸，啊，所以摸了就是讲，即只牛仔有贵无贵？有贵就是讲有怀孕啦，哦，啊，阮牧场拢讲有贵，哦，即只有贵无贵？啊，但是因为你手摸吼，你看无，所以变做。农唔知影这有贵的状况是啥物状况，所以阮即摆用超音波，这荧幕吼都足清楚啊。一只牛仔囝哦，30天的牛仔囝，啊，甲40天的、50天的拢无共，哦，啊，看到60天的可能有心跳，啊，看起来农就感觉讲足趣味啊。逐工的健康检查时间结束，就是阿甲甲乐农交流的时间。透过开讲，知影乐农拄到的问题甲困难伫倒位。甲伊本来就我牧场内底的兽医啊。所以实在真久啊！伊伫这个过程当中，伊把讲到伊想要帮阮解决肾炎来的问题，当中是会感觉讲，敢有可能是一种怀疑的态度。到尾来的时阵，看到伊真认真咧做，行动力也真强，做来到即摆的时阵，就是我感觉真快乐啦。因为阮的感觉就是这个人足值得信任的。真拍拼的人。除了解决大小鸡牛龄介绍问题，阿甲嘛将去国外看到的经验，甲乐农分享。伊去年有去以色列吼，伊去遐参访回来的时阵，有看到讲，遐尔热的所在，人以色列人嘛饲牛饲了真好，所以伊看到的，甲阮讨论，
来改善咱的环境、通风的问题，甲喷雾喷水的问题。哦，热人的时阵，咱会应该出一寡力，因为热人的计数较好嘛，所以咱的利润就会变较高。市面上已经有袂少卖牛奶的公司甲品牌，不过阿家行入牧场，听乐农心声，这就是因甲别人无共款的所在。今日咱邀请是景建家，大家拢叫伊阿家，欢迎阿家。阿明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。哇，咱拢知影你做的是一件这个非常无简单的代志哦，替牛啊爱接触伊的这个肠啊啦吼，啊替正饱食这个牛哦，逐工都爱替因来检查、来治疗啦吼。啊，其实这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，尤其哦过去咱拢讲兽医师，伫宠物店去看狗啊，还是猫啊，但是你无共款，行入去大动物的这个兽医师的这个世界，是对于较困难的所在，甲观众朋友了解一下。其实大家吼较无你牧场工课经验啦，啊，你牧场内底吼，甲动物病院内底吼，其实迄环境差足济。你病院内底吼有冷气啦，啊，种你穿了会当穿足水的衫吼，啊，但是就是穿白色的医生的衫。但你牧场内底因为有屎啦，吼有这真济有真侪讲蚊虫啦，啥物的，你四个走嘛，所以变做你若是无讲足适应讲外面的生活的人吼，啊每工你爱开足长途的车哦，像讲我每工出境到每一个无共的牧场内底，一工可能爱开200公里、300公里，这拢是算正常的。200公里去到后山，去到花莲，拢有这款这个。有可能，你讲若是有一个乐农打电话给你，吼，啊讲有一只牛仔难产，你马上都爱拼到看到一个所在，你就一定爱过。半暝啊，嘛有接到电话过啦。有时阵会半暝啊接到这电话，对。所以这件代志真正是非常的这个艰苦啦，但是你嘛是安尼行过来吼。其实咱咧讲爱动物的你啦吼，过去咱头先嘛讲到，你伫这个野生的这个动物内底，嘛有照顾着外来种啦吼，红毛猩猩。对。迄当阵是啥物情况吼？你行入去这个世界？其实我感觉做兽医同好耍的所在，就是讲你有机会甲每一个无共的动物会当去接触到因吼。啊，一开始这个部分你屏东的这个收容的中心吼，这就是因为你台湾有足侪人已经足有钱的时阵吼，啥物动物都想要饲，所以啊饲了这外来的动物吼，其实对台湾的生态是无好的，所以变做后面这所有的动物吼，拢到这个所在去做收容安尼吼，啊所以对兽医来讲，就是有时阵爱照顾这无共的猩猩啦，还是讲这熊啊，还是讲这陆龟啦、蛇啊，啥物，你拢会接受到，对。啊，但是你这中心内底吼，因为照顾的人数无讲介济，啊，足侪动物拢是你正日无拄过的，像讲你一只鸟啊，伊若是讲伊较长去，哦，啊，你鸟要甲伊接伊的骨头吼，都介无共哦，因为伊骨头内底是空的哦，因为它伊摆飞嘛，所以它足轻的，所以变做阮都爱家己看足侪册，也是讲看国外一个研究去看讲我安怎治疗这些动物安尼。是。对。除了这个国外这个外来种啦吼，你较早做兵的时阵爱照顾这个军里内底这个狗啊，对。因是服务咱国家一世人啊，但是你看到啥物制度上的这个欠缺这个所在，尾也去甲改善的。对，因为这狗啊吼，其实你军中吼，伊是爱去巡迄爆猎物的，啊，所以变做你若是有总统啊，是讲像出巡的时阵，这狗啊就一定爱先去这个所在先看有爆猎物无，所以变做是长期拢是你服务国家嘛。是。啊，但是你国外其实这制度内底就是因为狗啊其实是甲人同好的朋友嘛，所以其实伊工课一世人了后，伊若是老啊，哦，变做伊身体无遮好啊。8岁、9岁时阵处理以后吼，一般是会转去互这个开放讲家庭会讲会当去认养安尼啦，嘿。啊，但是全世界只有台湾毋是安尼做。你台湾吼警犬啊，还是讲这个缉毒犬，其实你处理了拢会当到家庭内底去饲养，但是军犬都是爱留你军中哦啊，像一个军品一样吼，变做讲就是伊退伍了后。无法度出去，啊！但是你内底压力足大的，啊！伊内底
伙食费嘛无够哦，啊无人会当照顾，因为照顾的拢是够少年的狗仔，够会当扶琴的狗仔，哦，这款已经要退休的狗仔，其实受到照顾，甲伊的环境拢是无介好，所以就看到足侪狗仔，因为这款的环境变做有足侪那种刻板的行为，吼，变做家己的尾溜啦，还是讲伊可能就变做足郁闷啊，还是讲变做足散的，因为迄营养无够安尼吼，所以变做对兽医来讲，阮看到即款的状况已经足侪当拢无改变，啊，这是制度的问题，变做伊明明都已经免过工课啊，为什么袂当出去这军营内底？都因为伊一开始是军方的这身份吗？所以我感觉这是无合理的啦。是，所以你尾啊去做一个制度上的这个改革啦吼。对。尤其有受到这个立委的这个帮忙嘛改变吼，这个推下这个法案啦吼，或这个军犬会当行入去这个军营，行入去一般这个一般这个家庭内底啦吼。所以安尼看起来，就这个外来种的这动物啦吼，军犬在这个制度上的这个改革，对你来讲真正是真爱动物的人啦吼。过去生物应该真好吧吼。这科，对，我是对国中的时阵就最爱这科的啦，所以讲若是有甲动物有关系的物件，我拢就想要去了解啊，对。所以尾啊，才读这个中兴大学这个兽医系，是。哇，所以安尼一路行来，拢无后悔啦吼。无。尤其咱即马咧做的，就是做这个牛仔食这个部分啦吼。对。你生想啥物？我属牛。属牛，所以这个一生来。就注定爱甲这个牛来行斗阵，做伙服务啦吼。恁兜阁有另外2只牛是？对，阮爸甲阮妈妈嘛拢是属牛的。是。对。咱头拄讲到，你爱接触这个牛仔的这个肠啊啦吼。对。啊，内底去接触的时阵，直接冲入去内底，这个感受是安怎？其实冬天的时阵内底就温暖的啦，因为牛仔体温较悬嘛，啊内底就是软啊吼，啊烧安尼，啊一开始你入去的时阵，你其实啥物拢毋知，你咧忙啥物，因为内底有足侪无共的器官嘛吼，啊但是你后面较熟悉了，你入去就是爱看伊的消化的状况，吼，看伊每工伊的屎是济还是少，还是软的还是硬的，吼，看伊消化的状况是好还是歹，吼，啊另外就是看伊有发烧无，还是讲你冲入去，你会看伊讲即只牛仔是。有心还无心，啊无有心无心，阮哩牛仔是讲有规无规，有规无规，啊就看伊啥物时要发情，还是讲伊卵巢的状况是内底有卵，还是讲有一粒黄体，哦，阮就会知影讲啥物时要配种安尼。是，对。哇，这拢是咩咩角角的吼。啊，这个咱头先讲到，若是知影伊有这个病症了后，可能存入去，啊看到讲啊这个软便，还是讲较硬，还是消化无好，咱爱安怎去甲处理咧？这阮就是爱搁甲龙龙去了解讲，伊即只牛仔最近的状况，即礼拜是最近状况是安怎？哦，伊是拄生产了哦，还是讲伊是生了偌久啊？哦，啊伊即马食食的物件最近敢有变化，还是讲天气有啥变化？啊，你爱全盘拢会当了解了，才会当互伊建议，讲你是爱安怎治疗，还是讲你的配方爱去改安尼？对。所以这个一开始就去做，安尼做下来几档啊？即马。做兽的工课差不多8、9档啊。但是接触这个牛的这部分，专心投入牛的这部分。对，差不多8、9档。8、9档这么久啊吼。所以这个8、9档内底，这个较艰苦的所在，可能是半暝爱接电话去甲处理起来吼。其实我感觉迄是算嘛是较趣味的所在啦。啊，但是对，因为阮拢哩外口走嘛，所以变做你若是。热天的时阵其实真正就热的，哦，你外面的时阵，啊，你若是冬天的时阵嘛是穿一个短袄，哦，因为你牛仔做这检查的时阵，你穿长袄其实较无方便工课嘛，对，所以变做你就是有时阵真正寒流来的时阵，哦，你啊穿一个短袄，啊透早可能5点外出门哦，迄真正就艰苦的。所以安尼做起来吼，过去你是住台北嘛吼，对。但是即阵住云林，住云林对。哇，所以咱全台湾为着这个牛仔食爱洗透透。对，但我即马住云林好尾啦，但是我住好尾，我是感觉真，我真介意这个所在啦，对，变做因为我进行生活的所在较无安尼会当较快的所在，啊，即马看到有足侪农业的物件吼，我拢感觉就新奇安尼。是，从台北落去啦吼，这个较早咱讲这个城市的囡仔要较庄脚，有一段适应的这个路爱行，对你来讲敢有？其实无呢，我即马
感觉转来台北较需要适应咧。是啊是，安怎讲？就是人就济啊，迄这步调就变做足紧的啊。嗯但是其实你若是讲习惯这较乡村的生活，你会感觉讲其实迄才是较舒服的生活的方法啊。对。所以逐工爱甲正饱食即个牛仔食做斗阵啊吼。对咱头讲对爱甲即个白色物，爱甲即个鹿瓜糜的木场内底去做生活，但是你家当做是即个生活中的即个上重要即个一部分吼。尤其咱讲即个年品啊吼，爱去甲检查，尤其咱即个台湾的即个农农吼，拄着真侪即个产业的即个困境，但是自你的身上，就是豆豆去解决啦吼。咱先甲即个观众朋友了解一下，你咧做啥物？就是讲。除了兽医师的这个身份，你有创立一个品牌啦吼，就是要改善过去可能3大还是4大这个年品业吼，把持的这个青冷的这个空间，你咧做啥物咧？我即马就是用兽医的一个身份吼，甲几个农农户去合作吼，甲因卖因的牛奶。但是因为我咧做兽医的这过程内底吼，台湾有差不多500个饲牛的牧场，我可能有去过差不多300个以上，去。这牧场内底就发现讲，其实每一个牧场的饲养管理，还是讲伊生产的物件，其实拢无讲介共。因的环境的卫生啊，还是讲互牛仔食食的物件的，拢是无共的。但是正常的这收领的这制度吼，都是全部的牛奶拢是交互大厂。交互大厂，不管你的品质是好还是歹，全部拢揽做伙。但是对农农来讲吼，有诶讲伊真正伊的成本较悬的，还是讲伊投入较济。伊嘛希望讲伊会有较好的收入，还是讲有较无共的制度去支持因啦。所以即马阮就是用兽医的身份去看讲，甲牧场去做这分级的部分，分级了后，互伊较好的介绍，对牛啊，是讲对环境会讲有较济较好的介绍去支持因安尼啦，对。所以改善这个农就恁才开始啦吼，所以你嘛做真侪代志，拄开始有啥物困境啦吼，咱等下先甲这个观众朋友了解这个，刷落来咱就要来看你讲成立这个品牌，这个眉眉角角伫倒位，困难的所在是倒位，咱先做伙来看。2015年，由兽医经建家阿家甲朋友林晓湾、郭德友共同创立一个卖牛奶的平台，强调无加任何化学成分，牧场生产的牛奶无人要卖，保留牧场品牌，让消费者会当看到产地甲农农户，而且佫有兽医帮忙看顾牛仔健康，就是希望提供消费者高品质的牛奶，改变台湾劳动的困境。农农正有10几户啦，差不多十几栋前有10几户，即马剩差不多400几户，农农一直拢愈来愈少，若是农农消失啊，我兽医工课嘛失业啊，对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就是我嘛足希望讲安怎会当互农农会当搁较好，所以若是农农的介绍会当搁较好，伊对牛仔的环境，还是讲对牛仔的照顾，都会搁较侪资源会当去处理，因为农农吼伊的建设吼，还是讲伊的设备吼，拢足贵的，所以足侪农农都开袂落去，就是讲你赚的无够济嘛，所以讲安怎会当讲用兽医的专业，甲伊讲爱安怎改变伊的牧场，还是讲互伊的收入会当搁较悬的。兽医的工课是需要亲自去牧场检查牛仔健康状况，在过程中嘛，互阿家看到大公司收购牛奶出现的问题。就讲台湾500个牧场，我可能去过300几个，你就发现讲，每一个牧场的卫生的状况无同，牛仔的健康状况无同，牛仔食的物件差足济，成本嘛差足济，但是成本差介济，但是你全部拢用同款的介绍去甲伊收，这其实无合理嘛，所以变做有的农农就想讲若是拢同款介绍，为虾米我搁爱用遮好的品质去饲这牛仔？所以变做就会劣币驱逐良币嘛。对农农的角度思考，找出问题伫倒位，开始来改变。阿家找来朋友共同创立平台，3个来自无同领域的人，伫公司内面专业分工。其中负责牛奶销售的人是伊郭德友。其实印象很深，就是我们第一个通路开发的时候是微风超市。那个时候在微风超市的开发过程其实很不容易，因为我们大概从头到尾前后谈了2个多月。因为你是一个全没有的品牌，你没有包装，没有设计，甚至还喝不到你的产品到底好不好喝，那你必须要让通路能够说服得了，让你进去。其实我觉得是一个
不容易的过程。所以其实我们跟那时候微风超市的副总，其实他是一个日本人，沟通了非常久，然后做了很多的简报，去让他们了解我们的优势。那等我们产品真的就是我记得是我们是第一次出货的，大概过3天，我们就正式进微风。就是他喝到的那一瞬间，他就说，这支产品就是真的会中。有人负责外场，就爱有人顾内场。林晓元负责处理公司大大小小代志。一开始公司只有3个人，现在愈来愈多人加入，嘛和公司的管理有更较侪挑战。人越来越多，到底是要怎么处理？所以其实就是团队是跟着我一起成长，就是我们是一起成长的。我也不会，然后找的人进来越来越多了之后，才发现，开始慢慢意识到管理是一个问题，或者是专业是一个问题。一开始可能大家就是比较救火，就是球来就打，看一个打一个，看一个打一个。但是慢慢有规模了，开始要打团战了，就是必须要有培养大家的领导能力，有办法领导每一个任务去达成。带人爱带心，除了是工作上的同事，私底下感情嘛爱培养。我觉得也是在前2年，我们是更有意识的发觉，我们其实不能只是在工作上是同事的关系、合伙人的关系，我们应该也要是朋友的关系。所以，我们甚至3个人就一起去看电影，然后3个人一起吃饭，然后3个人一起去玩汤姆熊，就是透过很多的方式，就是感觉很像高中生出去玩，但是我们3个也在很多这样的环节过程当中，慢慢的变成更好的朋友。是同事，嘛是朋友。公司内面大家共心，做伙打拼，要来改变台湾落农的困境，让大家看到台湾牛奶的好品质，啉到台湾牛奶的好滋味。这是一个老农甲我讲的，伊讲吼，其实牛仔足简单的啊，你就是互伊过了好，食了好，伊的饮品就会好。但是这虽然看起来足简单的道理，但是正经大家拢无安尼做。咱拢知影，在市面上已经有袂少卖牛奶的公司甲品牌啊，毋过阿家今日去牧场听乐农的心声，建立这个平台哦，这个平台头起先募资的时阵，真成功吼，有600几万的这个成绩啦吼。但是这个募资了后，才知影困难的开始。对，其实因为吼，对乐农来讲，伊本来就足习惯，讲就是全部牛奶拢是交互大厂嘛，所以这部分就是一个平台吼，伊就是爱。有2边，一边是乐农，一边是消费者。是。这2部分我拢爱该满足，这才会当运作嘛。所以对消费者来讲吼，一开始阮就是希望讲，这不只是一罐牛奶尔，因为吼，阮大部分呢拢会感觉讲，一罐牛奶是食品业，但是牛奶对收牛奶开始是食品业无毋对，但是收牛奶正是农业。所以变做你安怎甲农业的精神，你食品业这款牛奶会当互大家看到，这是阮最想要做的代志。所以阮甲这消费者讲，你正经其实毋知影你啉的牛奶是倒位来的，因为吼你一罐牛奶足济乐农互男做伙，所以你其实真正毋知倒一个品质、倒一个牧场，伊是安怎饲养的，你其实拢毋知，安怎生产的嘛毋知，所以就希望这是透明的，是互大家拢知影，这来源是安怎的，这是阮对消费者讲的。啊，对乐农吼，就是因为，我开始做兽医了吼，其实乐农吼会感觉讲，你是一个家庭的医师，变做牧场内底同重要的，因为伊的亲人以外吼，其实都是这牛仔，这牛仔对。啊，这牛仔就是我每只来去的时阵，你若是会当解决这问题，伊有发烧有破病的时阵，你要解决问题，或者牛仔会当健康，伊就会感觉对你是足信任的，伊知影你是来斗相共的，互这牧场会当变更较好。所以一开始的时阵，甲这乐农，你讲阮要安怎要做这代时阵，因当然嘛会无放心嘛，讲伊正经拢是交互大厂，看起来足稳定的，啊，即马要做这，敢会有足侪风险的。虽然讲阮的收入会较好，但是你若是摸袂出去，要安怎？也是讲公司。有可能会倒啊，因为你根本还未开始试过嘛。但是这乐农，我一开始会感觉讲，是毋是乐农接受的应该无讲介轻松啦。但是结果还可以，因为这乐农吼，就感觉讲伊知影即几档了，
伊拢知影你是安怎做人，啊你是安怎斗相共的，所以变做伊拢足支持这代志啊。所以建立这个信任感哦是非常重要一件代志啦吼。是。不过你家的号做是一个白色的这个革命啦吼，有影革命成功啊吗？我感觉革命是开始啊，啊未成功，未成功。啊，但是这开始就是第一个就是真正有人开始支持啊，吼啊有真正有，阮即马有4个路农户哦，有开始甲阮配合吧，哦啊，阮拢是专量去收的，这牛奶就专量收，安尼这路农户才会放心嘛，变做讲伊免定定去烦恼讲伊牛奶安怎卖问题，哦啊，我专量收，即马有足侪消费者嘛是拢固定有你买，啊，阮即马做的就是，阮即马有。除非这人牛仔兽医以外，阁有牛仔营养师，变做阮每礼拜拢会到阮的合作的牧场内底去看这牛仔的状况啊，甲伊的饲料的状况啊，伊的草的状况啊，伊屎的状况是不是这营养是稳定的？哦，但这对大部分的牧场来讲，其实拢无安尼做。哦，啊，另外就是阮嘛看到讲，全台湾有12万只的羚牛，但是12万只的羚牛，拢总只有。20个兽医，你看这牛仔，哦，其实是完全无够的。你若是讲看日本，还是讲看其他的国家，其实阮台湾差不多需要80个兽医左右啦。哦，啊，20个其实佫差足济。啊，20个内底佫有10个差不多要退休啊。拢要退休啊。拢要退休啊。是。所以这就一个问题，就是你啉的牛奶拢是对牛仔来，但这牛仔伊用药仔的状况，还是讲伊健康的状况，其实拢无。无一个把关，无一个把关，无讲有够的兽医去家支持这，所以变做阮即摆嘛开始对这兽医的学生哦，希望讲会当去互因哩寒暑假的时阵吼，都会当去接触这牧场的部分安尼。是，现主是这个栽培这个熟悉的这个医生有几个？阮即摆差不多有适当的时间，拢总有差不多50到60个学生，吼有经过阮这。实习啊吼，因为因即马的校大部分教的吼，嘛是拢因为即马讲真的吼，兽医的分数要考这兽医分数拢足悬，拢真悬。所以你考兽医的大部分吼，有考掉的拢是都市人，因为都市人因这教育的部分较完整嘛，考了因。都较想要留伫都市工课，所以变做后边都是去狗仔猫的病院去工课。做大动物医术的都较少啦吼，较少。所以变做因你校的时阵，其实学到牧场的物件都足少的。啊，你互伊一个机会，讲先体验，讲安怎是牧场的生活，所以变做这实习生，你校的时阵，你寒暑假的时阵，阮送来牧场，牧场可能1个月、2个月时间，这甲农农做伙去。透早4、5点起来订牛奶啦、饲牛仔囝啦，还是讲这配饲料啦、放料啊、洗牛条啦，这部分拢互伊去体验。体验了，伊就知影讲，原来即款的生活甲我想的有啥物无共。若是我有兴趣的话，我未来才有机会讲来选这工课安尼，对。所以这4、5档来，这个差不多40、50个这个学生啦吼，啊顺利栽培这个医生有偌济使投入去甲恁做的共款的这个产业咧。即马因为大部分这学生哦，这4、5档因拢是大部分拢还未毕业啦，即马有毕业的，即马已经有2个兽医是已经投入这产业啊。是，已经有投入去这个产业吼。对。所以产业爱有这个后辈啦吼，继续来甲伊挺起来吼。对。不过咱讲一开始这个牧猪600多万啦吼，这个牧猪。你较早就是做一个兽医师嘛吼，较早嘛无捌过这个行销啦，嘛无过这个其他这个管道 channel 要安尼去突破。其实你嘛是有这个合作的这个朋友哈，甲你做伙做，才有甲这个白色革命吼，甲伊挺起来。这个朋友，你的好朋友，甲大家绍介一下。我迄阵我有2个朋友做伙来做这啦，有一个是我的国中的同学，伊叫林小湾，伊迄阵吼，因为对国中。开始吼，我就一直拢有甲伊保持联络。迄阵就是一开始要做募资的时阵，迄阵有诶要设计啊，是讲啥物件，请伊来斗相共啦。但是后面发现讲，哇，这募资的金额足大诶吼，变做讲，阮爱成立公司来做这时阵，就甲伊讲，无你头路死死的啦，来做伙来创业诶，来拍拼所以伊就是即马就是阮公司内底人的部分啊，啥物营运的部分，都是伊来。负责这另外一个朋友叫
择幼哦啊，因为择幼吼，伊嘛就少，伊比我少年，啊，但是吼，伊对农业嘛就有热情的哦，啊，伊一开始就是你大学的时阵吼，都开始创业哦，啊，创业的经验较侪哦，所以变做迄阵都有一个朋友甲伊介绍我，讲这人人才真正袂歹吼，啊，对农业佫有兴趣的，所以讲若是介绍了后，伊对冷品市场若是有兴趣的话，我们来做合作安尼。啊，叫我甲伊见了差不多一个月，哦，伊就甲我讲，伊要交流，对，啊，所以我嘛就欢喜，啊，所以后面吼对行销啊、销售的部分吼都交互伊，啊，所以伊嘛是就支持我讲，即摆会当到即摆4档5档啊，我都会当你牧场内底做收尾工课安尼。是，对。啊，其中嘛看到你的太太啦吼，对伊来，伊嘛是帮助你真济啦吼。对，因为阮太太伊本来是有书啦，啊，伊本来嘛是因为我的关系，所以到婚姻的大大病院去做药师，啊，但是因为阮的时间吼，变做伊做药师的时间，甲我出诊的时间吼，常常拢无法度见面啦。啊，因为伊本来就有药师的背景，啊，对牛啊，甲对牧场嘛就有兴趣的，啊，伊嘛就支持我讲会当创业的，所以变做我后面伊嘛甲头路死掉，啊，变做即马拢甲我做伙工课，所以我来你牧场，伊就甲我做伙你牧场，啊，我倒来台北开会，伊嘛拢跟我做伙，所以我感觉因为有伊的支持，所以变做我。这创业的路吼，变做嘛是较足稳定安尼啦，对。有真济啦，有朋友，佮有你的牵手做伙来这个拍拼吼。其实咱要做的就是甲一般咱讲的这个3大是4大，这个年品，即这个厂商啊，做一寡这个区别啦吼。上大的区别就是因进前可能咱拢知影，这个一般的这个零内底有掺一寡物件啦吼。要调整到这个零的这个部分，但是恁的这个部分是完全拢无佮掺物件的这个部分嘛吼。对，因为应该是讲，因为大部分这冷品厂伊收的牧场足侪，所以伊后面爱做一个标准化的动作。标准化就是互每一工的冷品的风味是相共的。是。啊，但是其实毋是讲掺啥物件，但是伊会做脂肪的调整，变做讲伊用可能脂肪拢抽出来，啊，甲拍转去，啊，拍转去了后，伊拍你一个。伊希望的风味吼，啊变做是有调整过。但即马其实因为冷品是算农产品，所以我是感觉农产品应该爱互伊同一开始的风味啦。所以阮即马来做这牛奶，因为阮的牛奶的脂肪本来就较悬啊，所以风味本来就足好啊。啊，因为阮哩头前牛仔的食食的部分，拢每工拢有去牛仔的营养师去看伊食食的物件嘛，所以变做阮都无需要用调整的部分，你工厂调整，所以阮的调整是你牧场对牛仔调整，但是阮的牛奶是完全拢无做这款标准化的调整啦。是，对。所以咱有讲过啦吼，若是牛，这个困了有舒适，食了有舒适，伊这个量都会充足啦吼。这是嘛是恁坚持的所在对无？对，这其实这是一个农好甲我讲的，伊讲吼，其实牛仔足简单的啊，你就是互伊过了好，吼食了好，啊伊的冷品就会好，但是这虽然看起来足简单的道理吼，但是正经大家拢无安尼做，就变做讲我这牛仔的成本爱念一下哦，啊，所以其实你冷品的产量，还是讲冷品品质，嘛会受到影响。是，对。真济恁的这个牧场内底有诶，这个牛仔佫会使massage一下。对。有这个设备是。对，即马吼，因为即马国外吼，大家拢。就定你讲迄动物福利啦，啊对动物来讲哦，伊每工伊拢哩伊的牛条内底是生活吼，所以牛条内底变做嘛是爱互伊有较丰富的几个物件，所以即马有放迄这种牛仔的刷背机所以伊是自动的，都牛仔过吼，伊若有叮当着，伊内底就开始转伊就会甲伊。这个马萨几节安尼，对，啊牛仔就爱，对，所以即阵的这个牛仔食吼，真正是较幸福啦吼，互恁照顾的这些。但是咱咧讲这个成本一定会徛较悬，对，这成本争差的所在是倒位呢？成本争差的所在吼，对，第一个因为阮即马是用同悬的介绍甲农农去收嘛，啊目的是希望讲农农有较好的介绍以后，就会当做较好的环境的改变啊，还是讲牛仔营养的改变。啊，第二就是因为这牛对阮来讲吼，每一桶牛奶拢无难做伙，所以运输的部分爱一桶一桶牛爱结桶哦，爱特别去运输哦。啊，你生产的时阵，你工厂内底以前是
几啊百栋做伙生产，哦，迄产线拢免长的。啊，阮即摆毋是，阮是每一个牧场是爱独立生产，哦，生产的部分，生产的时阵，哦，若是换后一个牧场嘛是爱清洗迄公路，所以变做伊一工会当生产量就降低啊，所以伊的成本就会较悬。就较悬。对。不过有好的牛奶，才有法度过来继续来推销啦吼。是。所以这好的牛奶其实毋若是干那互人啉尔，会使佫正做真侪种产品啦吼，亲像这个花糕，咱都要带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吼，其他这个牛奶啦吼，要甲其他这个产品来做结合是安怎进行的，咱先做回来看。建建甲阿家创立平台，要做酪农甲消费者之间的桥梁。除了伫一般的通路卖牛奶，嘛爱想办法甲其他店家合作。牛奶的部分一开始我嘛是有使用到其他的品牌，然后尾下咧就是鲜乳坊阿家因开始咧推广到因的牛奶，啊伊嘛是有互阮试啉看卖，品质真好。搁来第二就是阮的理念是共款的，阮芒果咖啡的理念就是爱甲分享。要如何解决冬天牛奶歹销的困境？除了将牛奶撒去饮料店以外，因为台湾人爱食花糕，不如就用牛奶来煮花糕。阮咖啡厅的话，阮是用来做奶茶、拿铁，对，就是咖啡牛奶。嘿，过来阮嘛有鲜奶冻，就小朋友会使安心食的点心。再来的话，就是阮伫去年有甲鲜乳坊合作来做花糕。一个契机啦，就是阿家伊迄阵来推广着牛奶的时，伊就甲头家去讲着讲，咱冬天的时吼，寒天牛奶的产量足大的，所以可能有一点仔无好卖的问题。啊，逐个冬天爱食花糕，其实咱会使用花糕这个方式来甲牛奶甲伊做入去内底，互大家会使有愈侪无共款的方式来接触好的物件。因为工作关系，阿家长期住伫昆林。伊讲昆林其实出产真侪好物件，不过大家对昆林的了解煞无够深。就一开始我熟悉这个头家的时阵啊，因为伊嘛是昆林人，哦，啊伊咧启动这边其实已经开店开足久啊，啊，因为伊嘛熟悉足侪少年啊，拢是转来昆林工课，所以迄阵我就咧想讲，其实来做农的人哦，即马足侪拢是。年纪足大的，啊，但是有的足侪是算青农的少年人，伊对农业是足有兴趣的，啊，敢有可能讲阮即个用一个果物的呈现，但是全部拢是用婚林在地原物料，哦，啊，不管是讲是对汤底开始，哦，对伊的菜到伊的肉，全部都是婚林的，就是讲会当食一道婚林的好滋味啊。其实牛奶花糕的出现，不只是想要销寒人的牛奶，另外也有地方创新的精神，希望地方会当结合在地特色甲人文风情，发展出上适合的产业。因为地方创生其实有一个精神，就是讲，啥物款的土地，伊应该用。应该做啥物用途？这应该是对这土地同好的做法。所以，婚林这个所在本来就是足侪做田的人足侪，所以但即马慢慢土地使用拢其他用途嘛，所以若是会当把这农产品留伫婚林哦啊，算讲做适地适用啦，安尼把这产业留落来，这就是其实是地方创生一个精神啦。阿家透过伫全台湾牧场看诊的过程，实际接触到在地农民的真实生活，伊发觉到土地甲产业发展有真深的关系。透过花糕要来讲故事，用体验的方式，互民众了解农民安怎种植、安怎饲牛。建立年品新平台，加快酪农解困境。今日要继续请教咱的阿家啦吼，就是咱台湾的这个牛奶品质应该是算亚洲吼袂歹的吧？对，因为吼你台湾其实发展这酪农的时间差不多有40-50冬左右。啊，因为台湾天气足热的，所以要安怎你这款的环境去饲养哦，其实台湾即卖经验算足好的。啊，你去看其他的国家哦，有的国家是算放牧的。
啊，放牧的牛仔，因为牛仔是一个就精致的动物吼，伊长期吼，人咧饲的时阵变做伊食啥物件吼，拢变做你爱算了就好的。啊，你国外因为每一只牛仔对生产了，伊高产的时阵、中产的时阵、低产的时阵，还是讲要分娩进前的时阵吼，伊要食物件其实拢是无共的。但你若是放牧的牛仔吼，伊食物件变做拢完全共款，所以伊的营养都无到就平衡的。所以你台湾即马，其实阮的饲养管理吼，因为拢较细致吼，每一个牛仔的分群拢会当做了就好诶。哦，啊，伊的营养嘛调整了就好诶。所以即马台湾的牛奶的品质吼，其实你全世界即个同纬度的国家内底，应该算第一名啦。是，因为咱这饲的这个过程真幼路啦吼。是。啊，但是咱头段嘛讲到这个鹿农因的这个困境吼，头拄仔你嘛有讲到，但是因面临吼上大的困境，到底有倒位所在在改进的？伊即马会当大改进的，你的意思是倒一个部分？就是讲，咱头拄仔讲到因这个困境啊，可能是这个互四大品牌吼去收的这个所在。但是像恁的这个部分，敢若咱全台湾你应该算头一个嘛吼。所以有的人可能有的这个鹿农可能还未接受到恁啊吼。所以这嘛是因的这个困境之一啦吼。但是自恁的推广，你嘛有讲过啦吼，爱大家做伙来做。甲这个鹿农吼，会使甲因独立啦吼，会使有这个新的这个可能产生。对，因为吼，其实你会当看像日本还是讲欧洲这部分吼，因的饮品是发展时间够愈长吼，啊，因为发展的时阵变做鹿农有足侪选择的，伊会当选你讲，你若是讲想要正常饲，啊，品质嘛拢讲普通，啊，你交互大手，其实这是一个好的方法，哦，大家拢会当稳定嘛，但是有的鹿农。伊希望家己饲了更较好，哦，啊，伊的标准更较悬，哦，这款鹿农吼应该要有更较侪选择互伊，讲你会当选择讲你要做家己的品牌，还是讲你做其他无共的牛奶的物件，所以你台湾这选择其实真正是无够啦，哦，啊，你讲日本可能有一半的鹿农，伊若是想要你去。巴哈德，大家拢想到牛奶同好的就是你迄边哦，内底足侪鹿农户，就是伊饲的品质无共啦，还是讲伊的饮品的品质无共啦，伊都会独立去做其他的饮品的品牌。所以对台湾来讲，若是未来有愈来愈侪饮品厂有想到讲会当互鹿农户有较侪选择哦，啊鹿农户嘛会当自我去提升，够愈侪，安尼我感觉这对这个产业是较好的啦。所以就是要有这个差异化啦，吼，这个鹿农有各款，有别款的这个选择伫咧。啊，咱嘛知影你这个伫2019年哦，这个 Michelin， 嘛甲恁合作啦吼，作为这个年品合作的这个部分啦吼，受到安尼肯定，心内应该真欢喜吧？是啊，因为吼，大部分人袂去想到讲台湾的饮品是算。国际级的啦，但是吼，这伊这是算国际的认证吼，伊要讲的就是这饮品内底吼，伊的品质对脂肪、对风味，还是讲对体细胞等等的哦，这拢是伊对品质的部分的要求啦。对。所以米其林甲恁合作了后，会搁较有这个平台的这个产生啦吼。是。即马有啥物可能会当甲咱观众朋友小报一个好康的？当然希望是讲未来你台湾的餐厅用较好的食品的这餐厅吼，像讲米其林的这餐厅，是毋是未来拢会当嘛用阮的牛奶来做伊的料理？哦啊，这因为台湾这牛奶，你正常普通是家庭你啉以外吼，你的饮料内底加啤啦，还是讲你手摇饮料内底啦，还是讲你烘焙这。胖内底啦吼，这内底嘛拢有牛奶的部分嘛，所以嘛希望讲好的牛奶嘛会当做好的原料来使用安尼。对。对，吼，这个牛奶吼，世界级的，唔单单是啉尔啦吼，佮有其他食食会使用伫内底啦吼。啊，其实咱嘛讲到这个2013年，这个纽西兰签订咱的这个经济合作协定，迄当时嘛是对着咱的这个农农业非常的这个打击啦吼。啊，咱即阵面对安尼这个情况，咱有做啥物应用啊无？因为阮签这是2013年签的嘛，啊，拢总是你2025年哦，拢总12档的时间哦，会降低关税到零关税。是哦，啊，因为台湾吼，你生产牛奶内底，伊的成本其实无讲足有优势的，但是阮的品质是较有优势的，所以阮安怎你这12档的时间内底吼，提升阮全台湾的饮品的
品质，吼啊，因若是讲这国外的饮品入来的时阵，我会当做出这差异的区隔，哦，因为牛仔足特别的吼，牛仔对生一只牛仔囝生出来，到这只牛仔囝下当产龄吼，差不多3冬的时间，所以这时间是足长的。你毋是讲阮今年雄讲牛龄伤济也是伤少，马上会当调整，这足困难调整的。所以其实对全世界国家来讲吼，拢会去保护这个饮品的产业哦，因为你若是牛龄伤济，你若进口的伤济啊。台湾的牛龄无法度销，变做有一个动作要做，就是可能要抬这牛仔。哦啊，这是足残忍的，嘿对。所以对阮来讲，阮是兽医，当然希望讲这一定要莫发生嘛。这对农农来讲嘛是足大的损失嘛。所以阮2025当进前吼，阮安怎互这农农户拢会当互提升伊的饮品的品质吼，甲国外这品质会当做出区隔，这是对阮来讲重要的代志啊。无饲这牛嘛，毋是遐简单的。是啊是啊。爱饲真久的时间才有法度这个生牛啦吼。对。啊，其实咱佫讲到，咱伫咧这个地方啊吼，有做一寡这个创新的这个部分。对。因为阮即马合作的农农户有咧中华的，哦，啊有咧婚林的，哦，啊我就用中华来讲好啊。中华阮合作这个所在吼，都是咧中华的福堡啦。啊福堡这个所在是靠海边啊，啊靠海边这海风足透，啊海风足透，所以这个所在的土壤哦盐化就严重的，所以伊对主头吼这农产品哦都足歹去种的，所以这个所在人拢就散的啦，吼，无法度种物件嘛。所以这政府吼，你60几冬的时阵吼，民国60几年的时阵吼，伊就规划讲这是农农区啦，吼，啊用这农农区来去创造新的产业，你这地方去发展。所以对于来讲，若是未来这产业慢慢无去啊，因为吼正经农农户拢总你台湾有千几户啦，即马剩差不多500户，所以足侪农农户拢无要饲啊。所以这地方吼，这土地要安怎使用，还是讲这对台湾这产业的意义是啥物吼？这就慢慢都无去啊。我是感觉这是足可惜的，所以阮即马希望就是讲，互台湾每一个适合的土地会当做适合的产业哦，像讲这部分若是。适合饲牛仔哦，因为牛仔惊热，啊这边有海风，对牛仔嘛是舒服吼，啊所以若是会当吼有机会吼，这部分的产业会当留伫台湾吼，这就会算一个地方创生的一个精神啦。就是产业爱一个转变嘛是嘛好啦吼。啊，其实这嘛是提高因生产者这个价值伫咧。是。咱继续要来讲吼，其实咱嘛看到你伫 TED 有演讲嘛吼，啊嘛有行入去校园吼。是。TED 演讲迄当阵下骹真正是拢是笑声咧，因为你的这个人啊吼，这个。特质也好啦吼，佮有这个讲话这个气质嘛好，拢是真趣味的这个一个人吼。啊，行入去学校演讲，上重要要传达一件代志是啥物咧？其实对阮即马咧学校咧教育的物件吼，阮拢是教讲啥物国英数啊、物理化学啊安尼吼。啊，但是对你食食的物件吼，其实即马过来较先进的国家吼，因拢有做这食农教育啦。哦，食食的物件甲农业的。关联是啥物？因为食食吼是阮每工拢一定爱，每工拢一定爱接触的部分嘛。所以阮即马就是咧教这不管是囡仔还是讲这校的这小朋友，就是讲你安怎去重新了解台湾农业是啥物？啊，你每工的食食，你安怎后面是安怎选择的？对。你有一个人生的铁盒啦吼，或者是。人生无这个无的这个选项吼，就是想要做一件代志，一定要找到伊的这个方法。对，这是人生的铁盒。是。对，因为我家己是感觉，我开始做农业了吼，这是我正无接触过的物件，但我接触了发现讲，哇，原来问题遮济，也是讲原来有遮济当去改变的部分，但是有足济人本来就做农业做足久啊，哦，但是感觉讲啊，这伤困难啊，这可能无法度改变啊，所以我是感觉无啥物代志是一定无法度改变的，变做你的心态是感觉讲，这你真正看袂落，还是讲你感觉这是一个问题，哦，啊你要等别人来解决，还是讲家己来试看卖来解决，我想这就是完全无共的想法啦。是，你头先讲。白色革命才打开始啦吼，啊未来咧，未来你有啥物个想法？头先这个过去你有讲过吼，要朝向这个庄园鲜奶这个方向哦，这大概是安怎个方向咧 ？OK， 因为即马农产品内底吼，
足侪拢做了足精致，像讲红酒吼，红酒都无共的庄园吼，无共的风味嘛。哦，啊，像讲咖啡嘛是，即马咖啡吼有这精品咖啡吼，每一个无共的咖啡的庄园过来吼，伊都会无共的这个冲煮的方法啊吼。啊，我感觉其实牛奶嘛是共款啊，牛奶无共的所在你饲养的，无共的所在牛仔食食的物件无共，伊的风味嘛无共。哦，所以慢慢甲这每一罐牛奶后面的精神，还是讲后面饲养的状况，甲这风味的有啥物关系吼？会当慢慢去做一个较专业的区隔。这对乐童来讲吼，伊嘛会感觉讲就有成就感的，因为吼伊饲的物件甲别人都是无共。哦，伊饲的物件若是较好，还是讲消费者认同，伊就感觉伊做这是有意义的安尼。是，对。所以你较早有讲过一句话，你当一个大动物，一个兽医师啦吼，救牛会使，对。但是救不了牛奶，实在是较。这个无爽快这个部分，但是现主时看起来，这牛奶的这个部分你已经救起来吼，差不多有几成，你家己想？无啦，即马佫足低啦，哎呀，即个无都讲几成，哎呀，可能佫1-2%尔吧。1-2%尔，但希望吼未来这会当影响力会当大家拢会当看到啦。对。所以你嘛是真正吼为这个产业咧付出啦吼。咱咧讲头拄啊像我讲的。建立年品新平台啦，家开隆隆解困境，就是用到你的这个建家吼，家伫遮吼做真侪代志，但是你也讲的，剩1-2%这个部分啦吼，会使更加扩大啦吼。其实你嘛有讲过，爱搁真侪人来做这件代志，做记者啦吼。所以你要甲这个观众朋友，还是讲这个共款产业的人，有啥物话要甲讲咧？我是讲爱勇敢嘛，就是莫惊讲啥物件无法度做，因为阮即马你做每一个代志，拢有足侪人会甲你唱衰，还是讲会感觉讲啊，这本来就安尼做啊，所以你就莫搁去做迄其他的物件，有诶无诶去试啊。但我感觉这毋是安尼讲，因为阮拢要求讲阮搁较进步，每一个产业拢会当搁较好，安怎搁较好，这是都是阮爱做诶代志。有影，安怎搁较好啦吼？对。好，搁爱搁较好啦，对。是。今日非常感谢阿嘉来到咱节目现场。谢。建立年品新平台，家开隆隆解困境。今日台湾新闻界文化新台湾，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，咱后回再会。多谢。